各位觀眾、各位網民，呢度係爆炸新聞。今集我哋帶嚟一個震驚全球藝術界同收藏界嘅消息：巴黎羅浮宮，人類文明嘅寶庫，居然失竊，而且被盜嘅係一組極具歷史意義、價值連城嘅拿破崙家族遺留珠寶。到底呢單案件係點樣發生？羅浮宮嘅安保點解會形同虛設？我哋一齊嚟睇睇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呢個被譽為世界藝術心臟嘅羅浮宮。佢坐落喺法國巴黎市中心，塞納河右岸，前身係一座皇宮。自1793年開放以來，已經成為全球最大、最著名嘅博物館。羅浮宮嘅館藏量驚人，佢擁有超過38萬件展品，當中包括繪畫、雕塑、古代文物等等。但係實際上，常態展出嘅都有約35000件。大家最熟悉嘅蒙娜麗莎、米洛嘅維納斯，都係羅浮宮嘅鎮館之寶。羅浮宮每日平均接待數以萬計嘅遊客，每年嘅營運成本高達數億歐元。但就係呢個睇落固若金湯、資金財富雄厚嘅博物館，竟然俾賊人有機可乘。就係今次案件最令人震驚嘅地方，呢單驚天大盜竊並唔係發生喺黑夜，而係天光大白，參觀者剛開始入場嘅時段。案發時間係上個星期日，2025年10月19號早上9點30分到9點40分之間，即係博物館開門後嘅半個鐘頭。4名作案人身穿橙黃色反光施工背心，利用呢種偽裝掩人耳目，行動非常專業同冷靜。佢哋使用一輛配備升降平台嘅卡車，將梯子架設到塞納河附近阿波羅畫廊 Galerie d'Apollon 嘅2樓窗戶附近。其中2名賊人利用電磁驅動嘅圓盤切割機，直接切開窗嘅玻璃，強行進入館內。成個突襲過程，根據法國內政部長嘅說法，唔到7分鐘，佢哋闖入後，隨即威脅保安，迫使現場陷入一片恐慌嘅訪客疏散。賊人迅速砸毀2個玻璃展示櫃，偷走9件珍寶，從原路撤回。喺慌忙逃離嘅過程中，拿破崙3世皇后歐珍妮嘅皇冠跌失喺館外街上。佢哋4個跳上事先準備好嘅2架摩托車 Scooters， 迅速逃離現場。呢種有預謀、經過周密策劃嘅犯案手法令人震驚。法國文化部長拉希達蒂都形容佢哋係有經驗嘅專業賊佬。今次失竊嘅首飾，全部都係嚟自19世紀法國皇室同帝國統治者嘅珍寶，被形容為無價、具有無法估量嘅文化遺產價值。當局確認，一共有9件物品被盜，但由於其中1件歐珍妮皇后嘅皇冠已經尋回，目前仍然有8件極度重要嘅珍寶下落不明。被盜物品包括屬於拿破崙3世皇后歐珍妮 Empress Eugenie 嘅胸針，屬於瑪麗路易斯皇后 Empress Marie-Louise 嘅祖母綠項鏈同埋一對祖母綠耳環，屬於瑪麗亞梅利皇后 Queen Mary Emily 嘅藍寶石套組中嘅皇冠、項鏈同埋耳環，仲有一枚被稱為聖物盒胸針 Reliquary Brooch 嘅胸針。呢啲珠寶全部鑲嵌咗數以千計嘅鑽石同其他珍貴寶石，每一件都見證住法國最輝煌嘅歷史時刻。而家法國警方正全力追查賊人，務求將呢啲無價之寶物歸還羅浮宮，並將匪徒繩之以法。呢單羅浮宮盜竊案，為全球嘅頂級博物館敲響咗最響亮嘅警鐘。我哋要問，究竟係保安部門嘅疏忽失誤，定係作案者嘅膽大包天、精心策劃嘅結果？一個頂級博物館竟然可以喺開放時間，俾人利用升降台爬上2樓進行切割闖入，搶劫鎮館之寶，呢係對安保系統嘅巨大諷刺，更損害咗法國嘅國家形象。呢個事件亦為好萊塢提供咗最真實生動嘅創作素材。最終，
當公共機構嘅安全無法保障人類共同嘅文化遺產時，博物館管理層同法國政府嘅責任係無可推卸嘅。我哋將會持續關注警方對4名嫌疑人嘅追查進展，同埋羅浮宮將會採取咩措施去堵塞呢個令人震驚嘅安全漏洞。各位觀眾，你對羅浮宮被盜事件有咩睇法？你認為呢啲歷史珍寶最終能否尋回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同我哋討論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